中共政府对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严密监控已延伸到了朝圣圣地。7月25日至29日，来自中国各省的穆斯林2018年度中国朝圣团近12000名朝圣人员前往沙特进行朝圣活动。可就在北京机场出发前，中共政府要求每个朝圣人员脖上佩戴特制的智能卡绿色挂绳，此卡设有包括 GPS 追踪器和记录个人数据的程序设置。根据新疆日报8月1日报道，中共政府已赋予劳动力支配维吾尔青少年前往内地务工。今年上半年，中共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0万人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2%。7月13日，披山县就有77人被安排到内地务工。今年，披山县先后组织了5410名维吾尔青年外出务工。该县累计跨区域转移就业7826人，完成了和田地区下达的7550人转移就业任务的103%。根据新疆经济报报道，8月1日，乌鲁木齐市20名中小学生代表已前往井冈山参加为期9天的研学夏令营活动。8月6日，喀什地区因吉沙县的50名中小学生还将前往山东省济宁市孔子文化礼仪学校进行为期1周的学习，其目的是为了对维吾尔族学龄儿童的幼小心灵进行无神论及洗脑教育，从小进行彻底的汉化教育，无条件的忘我，接受汉族文化。津巴布韦发生政变，结束了37年的独裁统治。反对选举的民族变革运动党的支持者在非洲首都与警察发生冲突，紧接着军人出现在街头。据路透社报道，有2人被枪杀。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和太空航天委员会表示，哈萨克斯坦计划与俄罗斯合作研发超重型火箭导弹。美国国务院再次警告土耳其，如果安卡拉继续按计划从俄罗斯购买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华盛顿将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不会交付 F-35 战机。此项制裁决定是在大会上以10票对87票批准。美国众议员26日以投票形式通过了约716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这是一项参众两院折中的法案。它将限制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斗机，同时打压中国的电信技术和对外投资。